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初頭，每隔幾個小時我就會起身 check 死者傷者嘅人數，同最重要嘅係火停咗未？因為你諗下一個人困喺嗰度無日無天，足足43個小時，43個小時零27分鐘火先至停，係幾慘嘅一件事。人亦原本係我得知呢件事最大感覺嘅東西。由最後死咗嘅128人，失蹤嘅150人，到殉職嘅消防員37歲何偉豪。有市民哭訴，話自己親友喺火場中同自己最愛嘅寵物一齊走，觸動我心。亦見到好多有能力嘅人捐款、捐物資，停止工作，情緒不穩，包括我自己。我只正式住喺香港3年，但我可以話係唔想工作，甚至好 obsess 睇呢件事件嘅新聞。所以當大部分人叫我用陰謀論角度，又話咩光明會卡牌去睇呢件事，我原本極唔想嘅，甚至想破解佢話佢假。喂，佢似唔似係 Photoshop 先？卡片名字叫 Hong Kong Falls， 有人譯做燃燒香港，亦可以翻譯做香港塌下，而係嗰條火龍話係代表呢場火。但呢個所謂人哋覺得係預言嚟自嘅1994年光明會新世界秩序遊戲卡牌，有640張唔同卡牌，好多都無厘頭嘅，例如希特拉的腦袋。當然又係好多預言過嘅嘢，但值得拍條片嗎？如果只係夾硬放一個陰謀到呢個悲劇事件頭上，我唔想咯。直到我 research 後發現 Hong Kong Falls 唔只係原來光明會卡牌2020年嘅新增卡牌，佢後最後一張光明會卡牌，而係所有卡牌中係突出嚟嗰一張，同其他所有嘅都係唔同，所以要講啊。所以根據現時猜測，呢一場大火係一個至少喺2020年就已經 plan 好咗嘅一個行為，一個人為。咁會係邊個啊？咁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最早有3人，2名董事、1名公司顧問被捕，現時有 additional 嘅8名員工之後被捕，話大火嘅元兇係佢哋，又話整個事件由一個2024年7月動工嘅3.3億維修方案而起，外牆係點樣起火㗎？Bamboo 說法，亦係喺 social media 掀起人們解釋點解起火嘅熱潮。總之係佢哋嘅錯，係大部分人傾向嘅方向，無論是否係因為慳錢導致嘅疏忽啦，定係真係入邊有人為，咁一定係人為，因為有人導致呢件事件變得更差。例如嗰位 TVB 前跑龍套，大家都喺度幫手捐錢，佢就發死人財，話 Kenny Chan 幾日前嘅影片話死者係死有餘辜。What are you doing, man？ 作為本地香港人，呢啲係人嘅行為。或最失望係拍烈火雄心紅起嚟嘅王喜，話咩大家都有後遺症，低於40米物業嘅業主可以放膽加租，係咪真係覺得好幽默啊？呢個 moment 講啲咁嘅嘢，會覺得呢啲無聊人為會破壞大家情緒。希望卡牌唔會，因為只係大家想用另類角度講下。例如其實一早2024年4月10號香港有發生連環4宗火警。佐敦、洪水橋、葵芳同埋筲箕灣 Year of the Long 啊，當時仲係會搞笑，但亦有 reference 呢一張 Hong Kong Falls 卡牌，話卡牌一早2020年就預言咗。因為其實 Hong Kong Falls 唔係嚟自1994年 Steve Jackson 嗰個版本原本嘅光明會卡牌，佢係2020年10月13號一個新出嘅26張光明會卡牌其中嘅一張，最後嘅一張，而係今日我哋影片有疑問嘅地方。呢個佢哋叫 card expansion 嘅東西會存在，係因為2020年發生疫情之後 card developer 覺得需要新嘅卡牌代表新時代，所以出咗26張。咁當然啦，佢有大量嘅新卡牌都係關於疫情㗎啦。疫情卡牌、世界關閉、反疫情人士、反打針、疫情研究人員，當然啦，呢幾張卡牌嘅神秘感同預言效果少咗啲，因為疫情嗰時正在發生啊嘛。但點解 Hong Kong Falls 也許會有預言呢？人哋覺得，因為佢之後某啲卡牌真係好似講中咗2020年打後世界大事。軍事警察，睇睇現時幾多軍事警察喺美國街上啊。The Wise Doctor 之前有個講法
發嘅，好多有錢人為利益背後做咗好多有關疫情嘅手腳。Statue Smashers 呢幾年新聞好似見到好多。That guy 係咪講特朗普啊？Black Lives Matter 咁嗰年5月就已經有啦。美國死亡率第一可以算係預言，但當時好似好多人都估到會係去到 Defund the Police， 諗到最近美國政府關閉43日，導致好多部門冇資金繼續運行，先睇到比較似預言或者 election fraud 呢個啦，就係唔係一個大家會諗會發生嘅事。因為記得之前咧，奧巴馬同特朗普互揭瘡疤，話佢哋選美國總統時咧都有造假，呢啲係震撼新聞，但係唔會諗到噶。而最後一張就係香港，好奇怪嘅，大家有冇覺得啊？佢真係最後一張喎。其實嗰25張，大家覺得有啲乜嘢共通點啦？係全部都係講美國或者係美國社會嘅卡牌，唯一一張喺呢26張中講任何另外一個國家，就係香港嗰張，最後一張火燒香港。光明會卡牌好多都有呢啲預言㗎，唔係今日先發生嘅事，所以唔係話絕對係預言，只係覺得奇怪。咁答案會係啲乜嘢呢？咁又點樣呢？其實呢件事30個類似工程停工啦，影響一定會好大，好多錢，8座大廈嘅警鐘都唔得，改變人們對呢啲事件嘅睇法，日後嘅後果會有多少個後遺症？其實我想講嘅嗰個答案就係都係人啊，因為其實大家應該冇睇 Hong Kong Falls 旁邊嗰啲細細嘅一堆字，佢寫一句 This card has no effect but can still be spent as a special， 重點意思係呢張牌冇後果㗎，但仍然可以似一個大事件咁睇。咁當然係有好多後果啦。咁但係中意相信光明會卡牌說法嘅人，其實可以咁樣睇㗎，係咪？係話呢件事件呢個預言都係同你講緊，雖然而家係好難捱，但唔會有太嚴重嘅後遺症。至少呢個係我作為一個俾呢一個事件煩擾到開唔到直播嘅人，會選擇用嘅方法去睇啦。最後的確呢啲都只係說法，真實嘅好多人冇咗屋企財物、身邊人，所以無論點樣都好，嗰啲受到影響嘅人都係嗰句啦，嗰啲人先至係呢一切嘅重點。咁啊，多謝大家睇我呢條片啦，多謝會員繼續支持，咁我哋下次再見過，拜拜。